拿着戏谱亲自监督，咬字不对，步伐错了，力求完美的郑荣兴立刻要求再来一遍，因为他深知台下扎实的10年功夫，才能够成就舞台上短暂绚丽的1分钟。郑荣兴从小在客家戏班长大，祖父是8音界有一代大师称号的陈庆松，可以同时吹上4把唢呐。5、6岁的他就跟着戏班四处巡演，敲扬琴、拉二胡都难不倒他。师大音乐研究所毕业后，他就到法国巴黎第3大学攻读音乐博士。之后不仅创办了荣兴客家采茶剧团，还2次获颁新传奖。不能距离实在太远哈。好，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哪怕我们来演三角采茶戏，我们也得要给它重新诠释。如果我们不给它重新诠释，那三角采茶戏没人看啊。所以我们剧团去演三角采茶戏，大家还是喜欢看，因为我可以用现代的方式来诠释。像是这一出客家大戏《仙游记》，演的是蓬莱八仙向瑶池金母祝寿的神仙故事。在注入郑荣兴改良客家戏的想法后，不止在表演上融入剧场概念，添加布景，在音乐也从很简单的乐器伴奏变成大型的国乐队。而这一出《罗芳伯传奇》更用舞蹈来呈现客家人从唐山漂洋过海到南洋的刻苦精神。看着学生粉墨登场，郑荣兴有说不出的感触，因为台湾戏曲人才越来越少，这群孩子就是传承的希望。请问有这么多京剧团吗？有这么多这个客家剧团吗？有这么多歌仔戏团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如果不训练，那就真的没有。舞台上只要沿着时代脉动，抓住悲喜交汇的感动瞬间，就能留住观众。而舞台下，郑荣兴创办的荣兴剧团也延续了客家精神。流着8音界的血液，涌着2胡扬琴的学养。舞台下沿袭传统，舞台上突破创新，荣耀客家，兴盛戏曲。遇见这样的郑荣兴，也遇见我的感动时刻。